乡亲好，我是小 K， 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村民大会2礼拜内度是种花台商向界推四寸哦，大家关注了按点评个种挑，向面是赖系列个普挑抗议六庆控污委会哦。今日就咧讨论就係講，從六慶安台個沙發蟲對選挑居民帶來個身體個傷害，還有兩個生態方面個污染，達到政府無論係中央也係地方強下的關係麼？今日村民大會就來到嚟推市村為同大家個上任到意見，因為下兩批去到討論個現場。開會了！聽你講條呢度村民大會討論嘅現場，大家看到因為咧下度呢度咧個推四寸咧個台用樹下，大家做到呢對強下對關心環境污染咧個議題哦。兩批為大家紹介裏邊，第一位呢紹介係中華人嘅副人總周志忠周副縣長，你好。大家好 ，OK。歡迎副人總。第二位裏邊呢，你紹介係你東小市嘅立委劉建國劉委員，你好。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歡迎委員。第三位裏邊呢係主持那個研究工作亞東新區，你紹介嘅係我們台大公衛院的副院長張長全張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歡迎教授。第四位裏邊呢，佢係國內研究那個空氣污染品質非常案例會嘅教授哦。介紹是中興大學的教授莊秉傑，莊老師好。大家好，我中興大學莊秉傑。歡迎線上現場也看到我們在地很多的鄉親哦，大家午安，大家好。六慶度了大部發展人員研究咧哦，到底對附近居民佢哋所產生嘅工業污染損害，係咪真正有可靠數據來證明咯？你先透過一團新聞分析報道經歷，就先來好好了解呢個事件，再個來進行正式嘅討論。中華台商推四寸嘅居民社團工作，了大部是後山後水果空氣凍好，保每種條嘅生態環境大變化，是掛上出來，居民不安輪凍過。江南一條臭水海，老六慶夾白機嘅台染廠對幕，因為行情起冇強弱，從來都冇受到規範和保護。去年9月，國衛院對當地居民做了空氣檢測，今年3月份報告出來咧，380個接受檢驗嘅民眾之中，竟然有73個超過了5項重金屬含量超標，甚至還驗出了沙發蟲體有嘅環境屬老有機物以氫基比。研究顯示出呢六氫藥菌對空氣嘅危害rất大。大家都驚到啊，尤其是教授咧說明嘅中間吼，我發現講整個活動中心哦擠得水泄不通哦，每一個人攏心情攏真震盪。天小禮拜做空氣檢測嘅醫生請見溫講，檢擺種花最南方嘅時節，沙發蟲長有嘅本尿土就會特別高。當地居民的體內已經有很高的重金屬濃度，和一個多環芳香胺的一個石化廠的代謝物，這些 1OHP 的濃度，都比10公里外的居民要高。唔認環境有風險，六慶認為種挑度也有人是聰明，所以認為到污染冇相對關係。他們像以台西村來講，90歲以上的人瑞，也不少人。一個村裏邊大概有，去年的資料大概有10個人，那頂莊的話大概有15個人。如果說有真正影響，照講係冇可能安尼就對啦。對安樣嘅檢驗結果，中華人政府總算係改變了挑高點唔講話嘅態度，表示講為個進行後續嘅對象，還會到西南國來實監測站。4月底會成立一個污染檢驗委員會，那裡面會有公衛的很多的專家學者嘛，然後來進來，那會做一些適當的一個建議哈，那我們再來逐步由衛生部門他們去推動。一種本安個性居民嘅相片，落後嘅環境，老六慶話到安全，推四寸從體育類嘅總體惡化，
可是又进一步扩好时间，就是政府到六轻喊卡进行，出台工业发展，老百姓也有好好生存嘅权利，甲唔系喏。跟六轻只有一水之隔的这个彰化大城乡的台西村民哦，其实长期以来就很担心，也很怀疑为什么自己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哦。所以透过这一次詹教授团队的研究，就证实了380位受测的这个民众当中，有242位体内至少一项感染重金属哦。那其中呢，73位是5种重金属以上的含量超标，全部中。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张残全教授，教授可不可以针对今年这样最新的一个健康调查的研究状况，先简单跟我们的在场观众跟全国的乡亲简单说明你的这些研究的方式，还有这些结果。我们这个研究是去年9月，然后在大城乡的这个台西村做。会这样做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如果用六轻工业区的中心点来看的话，那当初在云林县做的时候，就是以10公里内10公里到20公里，20公里到30公里的总共的10个乡镇来做研究。所以我们大城乡在这边，台西乡在这边。所以这个六轻工业区最接近的3个乡镇呢，就是彰化的大城乡，这个云林的这个麦寮乡跟云林的台西乡。那今年我们有经费，去年我们有经费可以开始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兴趣说，大城乡的居民的这个重金属的铺路会不会跟我们在这个云林县的这2个乡镇看到的铺路一样？云林县就是这样，越接近六轻呢，它的重金属的浓度呢，还有这个有机物质的浓度都比较高的。结果测出来以后，我们大城乡怎么样的表现？所以测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哈，譬如说我们用35岁以上的居民来比了哈，因为要比较的基础就是年龄最好要一样。是的。结果一比出来呢，一个作为石化工业区污染最重要的一个重金属叫做钒。那这个钒的浓度呢，这个大城的台西村的居民呢，35岁以上的居民，他这个钒的在尿中的浓度呢，是10公里以外的云林县的那8个乡镇的2.4倍。那其实它也比麦寮乡跟台西乡来得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震惊的一个。老师其实也不止钒跟铬，还有像这些。像这锰啦、镍，像锰就是对我们这个帕金森氏症有关系的哈，镍呢就是这个鼻癌或是肺癌比较有关系的污染物，都超过1.5倍或1.9倍。那所以看到还有其他砷啦、镉啦、铊啦、铅啦，这些念起来都还蛮拗口的金属都有在体内。那我们看到这个氢基比，大家听起来很恐慌，这又是什么？在炼油的过程里面，它就是把原油开始炼成各种的产品。在炼的过程里面，这种有机物就会排出来，叫做多防芳香烃，所以那也是石化工业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吸进去以后呢，在我们的尿中就会排出来，叫做羧基比羧基比啊，在这种代谢物质，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出来，它也是有高了1.3倍这样。所以表示在我们大城乡台西村的村民体内有这些六氢所排放物里面的一些物质。那老师，我们看到，所以说以台西村的村民来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人形例子，所以他身体里面有钒、铬、锰、镍、砷、镉、锰，这些都是有的。那我们再问一下老师了哈，因为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也看到说，其实居民验血验尿的结果看到测出来19%的这个比例是重金属浓度偏高。我想请问老师2个问题：第一个，这数据代表什么样医学意涵？那第二个，就这样的比例高还是低？就是你可以看到某几种会比较高，可是在我们检测的9种里面有5种以上，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偏高，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去追寻说，从六轻到底是哪些污染源来，为什么在南风吹的时候比较能够影响到这个它浊水溪北岸的这个乡镇。那我们目前正在追踪这些人的健康，不过从这个云林县的研究，我们发现越接近六轻的这2个乡镇呢，在我们追踪了5年半以后，我们发现台西乡跟麦寮乡的居民尿中的重金属跟这个 1-OHP 呢，都比较高的。然后呢，他的这些居民现在活着的这些居民，在六轻来了之后的9年之后，这些居民的致癌的率呢，大概是20公里以外居民的2.2倍。是，所以说重金属的浓度的高会造成这些人比较容易得癌症。
先非常谢谢我们詹老师，詹老师的团队这几年都在这个地方做了相当多的投注跟研究的心力，所以我们知道说六轻在这边，然后麦寮在这边，我们发现到说这个地名完全一样的，彰化县的台西村跟这个云林县的台西乡，其实位置是一样的。不过因为行政区域上的关系，在过去我们大家在讨论的焦点跟有所规范的地域位置都是在云林县，所以问题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彰化县的副县长，那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忽略在彰化这一块，其实跟六轻的影响一点都没有逊色于云林县，因为地理位置其实一样的，再加上排放量跟风向，这些都是关键。那在詹教授的团队里面也发现了，现在所住的居民里面，他们的身体这些异常的重金属的含量，您是医生，你也相当清楚明白。我们想要请问的是，彰化县政府过去对六轻对我们居民的影响有掌握到实际的状况吗？那如果说从现在开始来做观测、来做了解跟掌握，我们县政府目前的态度跟做法会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个空污基金空污这种空污法，目前是以行政区域来发挥它的行政权责，因为六轻不在彰化县的管辖内，所以过去多年来一直拿它没辙，真没辙，真的是没有管理区。但尤其这个空污基金啊，也是只有分配60%给云林县嘛，中央拿到40%，所以我们本土的一些作为跟大家参考与报告。第一点呢，我们会我们修正，我们有彰化县的空污修正案，然后提给中央建议要修法。第二点呢，我想我们是强烈的建议中央环保署的空污基金呢，希望能够专案来办理这个空气品质监测器的一个设置。也希望也尊重詹教授这方面在环境流行病学一个研究。所以詹老师目前他们最新研究结果可以当做彰化县政府在执行一些行政措施的时候很强而有力的后盾吗？是，谢谢，对，是没有错。那我们也希望上次也代表县长到我们县长李县长所执行的一些我们6县市的一个签署啊，一个宣誓，希望是与云林县呢建立一个治理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治理平台呢，能够督促六轻往这个改善空污方面去做一个改善。所以现在我们县政府的角度来讲，还是先从公污法这边可以比较好下手哈，就在这边做规范。先谢谢你，最后的还会有问题再请教我们副县长委员。我请教一下，现在中央也关心了很久了哈。云林过去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包括农民安定基金也好啦，或者是说相对的医疗基金，都是根源于知道六轻它的这么大的一个石化园区的运作哈，对在地的居民还有生态的伤害是避免不了。那相对来讲，其实就像刚刚教授讲到，其实地理位置是差不多。那长期以来，好像这块就是一个空白的窗口。那你也看到关心到，我们只是想知道说，过去你觉得六轻在对地方包括一切生态还有居民的维护上，有做得够实在，有够到位了吗？你的监督观察？六轻啊，资料介实在。今日咱免一日遮晒日头头拍来去探讨这件问题吼。我想中华大西川甲云林大西乡命运拢共款吼，建一条保河叫落水溪，但是六轻对这个保河两岸的百姓的影响，基本上拄啊正如詹教授所讲的吼，这拢有数据，互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参考六轻介清楚，伊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还搁较清楚。但是还有一个人嘛比较清楚，就是咱的相关的政府单位更加清楚。所以我咧讲全国通大的这个污染制造来源啦吼，就是经济部。经济部对所有咱的石化园区应该产生的一款会伤害人体相关的气体甲污染物，经济部哪有可能毋知？因有太侪毋敢公开秘密，伊有太侪毋敢去面对着咱台湾社会所有的专家学者的真侪数据。那这种保护还要保护多久呢？对，这嘛毋是合作保护啦吼，这其实是我安尼讲啦吼，不管任何一个政党伫即阵时阵面对这款代志，其实是大家爱真勇敢来面对这个代志，来搁较早来做一个彻底的解决。若无只受伤的是百姓，受伤的嘛有可能是官员家己的亲戚朋友误站嘛吼。是啊。中国拍一支片，叫做《穹顶之下》，迄个女主角是一个记者，叫做柴静。台湾最早就做一财政啊，这拢是叫做财政，施月英、吴大姐庄教授还有我们詹教授，一在离真侪导合，真侪这个会议内底，包括真侪这个这个调合，你表示着讲台湾的空气歹到即款程度，甚至我顶个月专讲甲这个环保署有来这个
环球科技大学办一个第一摆官方针对PM2.5的讲听会，吼，这个讲听会内底环保署有委托成大的吴教授，嘛去做一个专案的这个调查报告，吼，过程内底我感觉实在也好笑也好气啦，吼，伊咧吐庄老师啦，吼，所做出来迄个资料，迄个基础无啥相像，种种的对啊。但是这个环保署官方家己委托的这个学校的教授所做出来的这个空气污染，是包含北部、台北、新北市。拢总无讲介好，是啊，若要讲起来就对啦吼。环保署即摆要做这个空气污染的总量的管制，是要对高高坪做起嘛？是的，吼对。啊，高高坪代表歹嘛，对不对？啊，咱即摆而且有做中南部嘛，吼，甲中华来讲嘛无好嘛。环保署即摆家己做的北部嘛无好嘛，所以全台湾无一幸免呐。是啊。你说台湾的空气品质已经非常糟糕，那因为我们有6000在这地方，我们有台中相形加重，更严重，绝对更严重。所以现在就是说全国。要来对抗PM2.5，这是全民运动，这绝对是一个国安问题。咱讲生囝吼，就国安问题嘛，对不对？啊，这空气这么歹，不管你生咧北部好，生咧中部好，生咧云林好，中华好，高雄好，对吧？空气拢共款歹，啊，政府凭啥物鼓励人生囝？那如果生囝是一个国安的问题，空气全台摆到这款程度，更加是不是国安问题？国安问题，谢谢委员。其实如同刚刚我们来宾所讲到，如果说这个空污的状况不改善，我们现在只是身体差累积了很多我们难以想象得到的物质在体质里面，如果不改善，继续长期以往更恶化的话，那么面临的也许就是大家不乐见的悲伤的命运了哈。我现在请教我们现场，其实刚刚我们的张教授有讲到，来到这次香安村里面做了这些健检以后，事实上我们发现里面380位的受测民众里面，超过一半全部都有重金属在血液里面，然后呢，其中有73人是5种重金属全部中标。很不好意思，这样子的访问是很沉重的，但是还是必须让他们现身说法哈。我想先请问这个阿邦梅你好。我20多年前拢伫即个外口咧运动，因为我感觉落尾感觉讲外口的空气足歹，我就拢伫厝内。迄天我摕到即个报告的时阵，有13项内底我有5项，我迄句看到，我安尼足艰苦的，因为我是一个惊日、搁惊雨、搁惊风的人，我秘伫厝内的人，都5项。这我来。常常想着讲，这后届咱的子孙啊，是毋是要安怎住伫遮？想了足棘后的。所以外口做事的人，他们呼吸到更多的空气，风险都更加悬。所以你迄天去听到咱曾老师因做的报告，你的心情是？我是看到这吼，我想讲，我都秘伫厝内的人，13项内底我都5项。后届咱的子孙啊，是要安怎住遮生活？是，你平常是食物件困嘛，是拢足正常的。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身体里面会累积这么多的重金属。上次我们还有那个血液的抽查，我血液都很好。是。就是这个。所以一测出来这个报告，不知道怎么面对，都不知道是从何而成的原因。感谢你阿邦梅。好，我们请这位大姐哈，你嘛有一个健康报告。都检查出来67项，看到哈，这个锰、镍、铜、砷全部都是浓度偏高，浓度偏高，浓度偏高。所以大姐我问你哈，平常是你为咱大西川都做一些什么工作呢？做事的，嘛是做事，有种物件呢晓？系啊，拢做事，种菜拢种袂起来。种袂起来。系啊，你轻个污染嘛。平常时在这边生活工作的时阵，刚好感觉空气怪怪，还是讲有啥物时阵会感觉，这里他们有排啥物排放物是感觉奇怪。有啦，拢南风安尼食臭安尼啦。你讲有吹南风的时阵，感觉有臭味晓？系啊。吼，大姐你嘛是有感觉，会使讲无？我去这顶互你看，我上严重的。你上严重？嘿啊，无我敢若去做头前。是坐头前，是因为迄天来检查。你摕电脑啊，过来翻过来吼。翕几啊遍呢？几件嘿？迄记者来甲翕足多的，我是问，迄个阮遐囡仔伫台北，我网络嘛拢有翕我的名。所以你迄天听到曾老师看到你这报告，你我真烦恼的啦！我想讲，我咧家一个查某了呢哦。台北，对讲嘿，问我看你会烦恼袂？讲我性命我毋爱，我袂烦恼。你即马过来做事啦，吼。我做事啦，我一个老好安尼啦。囡仔伫外口。做工嘛。囡仔做工哦。囡仔知影讲你这伊。伊嘛是卡带咧问，查某囝高雄的嘛，卡带问台北嘛，拢卡带咧问。我是安怎敢会安尼？我讲我都
袂晓讲啦，我都定做菜无等饭的，要甲米厝的敢袂饱。哇，囡仔嘛是安尼舍不得你嘛，是讲安尼看到你的身体状况吼。我是因有咧有迄网络吼，讲拢有我的名啦。我看台中的啊，有高雄的啊，有一四季拢有我的名啦。啊，伊都迄日啦吼，迄记者吼，直咧甲我翕啦，翕几啊遍。好，大姐你爱先坚强吼，心情放轻松。阮那陆庆要安怎甲阮迄吼，无是要放阮。要去耍位嘛，袂当煞啦，看要走去倒去去哦。好，大姐。无钱无半项，敢走路去？是，你的声阮听到啊，好，你请坐，谢谢你。庄老师，其实我们来到现场做这样的论坛节目，听到乡亲都是最切身的这样的反应跟诉求。那看到他们的身上，过去他们生活单纯，工作简单，为什么都是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疾病状况是远超于他们生活中所吸收的，让人不能理解。那像这样的石化的产物跟周边居民身体所累积的这些重金属的伤害，它的科学数证，其实我们现在学界已经得到不少的收集的研究资料了，已经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作为了，不是吗？对，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3年前。那时候我大概在云林那边帮规划农业安宁基金，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就是说那个詹老师已经好多份报告出来了，就在台西，就是云林的台西或者麦寮那边很多各种重金属也都偏高。好，那所以那我们从这些很多调查资料也没看到，就是说在中部来讲，其实主要2个。大的重金属的排放源就是台中电厂跟六轻那都是烧生煤的哈。是。那其实刚刚有讲说好像云林没有能力管哈，那彰化也没有能力管。那其实在美国美国自从那个轻工法通过以后，是在1992年，它对各种行业别燃煤的、炼油的一项一项，它都会有办那个叫有害空气污染物的这些管制办法。是有很明确管制办法出来的。对，美国在那边。那当台湾这个有害空气管制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定出来。是。那但是并不代表台湾不知道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拿说环保署这边你看，我这边的报告是资料是层叠成册的。对，就是从比如说1997年对。民国97年，2008年。大概7年前就很多的报告出来了，是好，但都是环保署委托中经顾问社做的。那譬如说，我们就拿一个数字，刚刚詹老师有讲说，这些居民的这些重金属过高那这份报告就一样，就是这份报告对，那他就量了说在这个麦寮2厂的公共厂，那就是其中一个蓝莓生煤的机组，他就量到它里面有铅、有铬。有砷有汞，就有这些数字了所以前仆后继的研究都在证实这件事情，庄老师。对，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也不止这些东西。好，那这些调查报告、这些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蛮多的那譬如说，这个是中兴顾问社的调查报告那也是跟六轻有关的。对，那时候他就查到说我们的。这些麦寮气电里面那因为它是用海水脱硫，那海水脱硫的话，那有一部分硫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到海水里面去有一部分硫当然还是从大气排放出来，还是留在环境之中。但是还有一部分硫的话是那些水汽，那些水汽大家看到那个雾的，那排放出来的，那它就量出那边的雾的酸碱度到2点多，2点多，非常非常的。酸，所以是酸雾、毒雾这样子那这些来讲，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叫做硫酸盐排放出来，所以这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在环保署的这些内部报告里面，是的，通通都有。所以我是觉得说，也许云林县的这些环保局的能力不够，那其实中央其实也一直有这些数字出来。那我记得在几年前，因为这些数字其实在我来看的话，根据资讯公开法来讲，跟民众健康有关系的东西，本来就是应该老百姓知道譬如说居民的这些身上的重金属，或者是这些多含芳香体的代谢物，到底是哪几个烟囱出来的？我们很希望可以了解哪几根烟囱来对症下药。是的。那后来事情，我想大家知道，就是台塑告，那花了2年时间在诉讼，那诉讼后来还是我赢了。但是去年1整年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蛮悲哀的，就是说，
老百姓受到这么大的伤害，那中央政府已经有很多的资料了，是，那甚至诉讼都可以。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作为？下一步在哪里？先谢谢庄老师。所以从过去，包括在中央环保署的调查资料，包括我们国内非常专精技术的专家学者也做了研究的结果，都已经很明确有这个事实。而落在我们民间地方生活的百姓，他们身上也有这一些反应，可是他们不知下一步在哪里。这些到底污染物从哪里来？事实上，节目在录制前，我们也郑重邀请了六轻，但是六轻的长官呢是说，我们六轻做事低调，所以就不上节目来面对面。不过呢，他有接受我们的采访，特别针对到学者、专家，甚至是在政府部门的环保署提出的这些研究数据，他提出反驳跟澄清。我们来听台塑麦寮六轻管理处的副总陈文阳副总他的说法很有心。企业的话，它从烟道里边排放出来的，我们都有定期性在检测，它的含量可以说相当的低，也就是说远低于政府设定的这个基准，所以说对环境来讲，绝对不会造成影响。VCM 它虽然是一种就癌症会造成癌症，这个东西出来，但是它必须在这个暴露的环境当中才有可能。我们的工厂设计。从开始，我们就是以密闭式的方式，来做这个规划，所以说这个 VCM 要排出来，本来就微乎其微，也有跟国卫院这边做一个，就是说要求，你要检测应该要以公正的这种态度，所以说我们本来就跟他讲说，由我们公司去找5个教授，包括国际级的。这有名的教授对这方面的有专业，这个教授大家共同来，然后县政府你这边也派出5个，那这样总共有10个人，这个 team 大家共同来做这一方面的追踪，来用这一方面的探讨，那我相信这样出来的数据才会比较公平。所以目前郑老师这个可能不够完整，也可以这样讲。问题我请教詹老师哈，台塑这边给的回应原则上2个，第一个，他们不是冶金工厂，所以居民血液里面、尿液里面这些重金属没有办法证据直接推演跟他们相关，因为可能生活环境周遭、饮食中可能就是重金属。第二个，他们所有排放东西，他们都是密闭厂房的设计，所以要排放要外泄出去也是微乎其微，不大可能。再来，他也认为这样子的学术研究的调查报告，可能公正上他们保持着存疑的态度，你做回应好吗？第一个就是说。六轻石化工业区是一个含有非常大的火力发电厂的一个工业区，所以它不只是石化。那火力发电厂在美国的3大管制的标的里面，第一个就是二氧化碳，第二个就是有毒的重金属跟有机物质，第3个呢就是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所以这个是举世皆知的啦，所以我们测到的这些重金属跟有机物，就是很大的部分。来自于它的火力发电厂或是气电共生厂，那有一部分呢，就从它的石油炼制的过程会产生。所以这个很令人惊讶的，就是说一个工厂的拥有者是这样在讲啊。我是常常听到这个时候，这已经牵涉到这个故意欺骗的这个法律责任了哈。就是说，他云林县的环保局一定要去查他有没有故意不报这样。那就最好就有直接证明，就是证明它的排放里面是什么东西也就好了。没错，所以这个庄教授已经讲过，这环保署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都说有这样的排放嘛哈。第二个他谈到的就是说。去年我们也同时在麦寮乡的许厝分校发现了1级的肝癌的致癌物，这个氯乙烯单体这个。对。那他就讲说，这个因为就做这个塑胶粒里面的一个原料，那这个是非常毒的哈。那整个区域，我们整个从彰化一直到这个云林这几个乡呢，只有这个污染源了哈。至于它会怎么样排放，那时候都完全密闭。对啊，我密闭，我封好好的，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泄出去？所以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单位叫做这个现在劳动部的劳动安全卫生研究所，就有委托研究，去他们的厂内测他的工人跟他的空气，所以空气也测到这个，那工人也测到这个我同样的东西，有的浓度很多浓度当然都比我测到的小孩子来的高了哈。那事实上我在测这几个国小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国小里面有测到这个他讲的这个 VCM 都被
被包起来哈。是。那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继续在那边测。那六轻其实他有放了跟我们完全一样的设备在那边测。他自己的仪器也读出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说他最好跟他的工作人员谈一下，这样比较好。你先写下，杨碧国准在讨论。准到出面台会该讨论现，从安尼很累到了解台商向该推细村哦。从好的关心大家的慎防环境改不严议题哦。我们先来看这一份数据，这也是六轻所提供的哦，包括几个空污常见很严重的这些污染物，像硫氧化物啊，国家的规定是要300 ppm 以下，环评要求比较严，要在25到40 ppm 以下。可是我们六轻很有本事，我们就可以控制在20到10以下这个 ppm 哈，维持是相当低标哦。那再来看到像氮氧化物也是一样，人家国家是规定你要在250 ppm， 但是六轻有本事做到35到45之间。那像这种粒状的污染物都能够控制在国家的规范以下。那我们再看到其他像刚刚老师讲的挥发性的有机物 VOC， 它也做好自主管理、自主减量。从84年到104年，总计它的 VOC 的改善案件有600多件，那么呢投资了38亿元，好几十个亿啊。那总共降低的这个排放量有1年861吨。所以我们看到在数字上、在表面上都是相当漂亮的数据，但是又很奇怪的一个现实就是，周边的居民身体上是有这些危害，甚至他可能工厂内部的人也难逃这个可怕的空污网。我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庄教授，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六轻他自己做的这样投资环保的管理，数据上显然看起来是无懈可击，没有瑕疵。但是我要提出2个问题，第一个是它符合标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外部现在国家的法规的规定还没有跟上工业开发的脚步，所以我们没有设定这样的规矩，它就也不用来符合我们标准，所以自然而然它的成绩是100分，没有不及格。再来第2个，我们也知道在前年哦，这个台塑的那个化塑胶工厂，它也传出了伪造数据，再上传到环保局。当时检方为了要调查他们这个伪造数据，请台大的教授鉴定了3个多月那么久的时间，可见这个数据的判读跟鉴定是有它的专业性。这种外人，像我是外人，我去到厂房去参观，看到只是崭新漂亮的设备，我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各种关窍，是不是有这一些的细节在里面值得注意的呢？它现在的就是刚刚讲有3个重金属的那个就检测出来的浓度，大部分时间是的确是符合环保署的排放的标准或者浓度，我想这是确定的。那硫氧化物也符合就是目前环评的法规都过关啊。那但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彰化这边北边是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电厂，那南边就六轻这边全世界第6大的燃煤电厂，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彰化这里，有全世界最多的生煤机组就是在我们的周遭，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其他地方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燃煤厂，那排放出来那浓度可能就是刚刚所讲的，符合这样的检测，但是我们这边是全世界最大，所以整个量相对来讲是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彰化或者是台西云林台西这边的村民所承受那么大的一个量，那重点是我们承受这么大的量以后，那当然在我们的尿液、血液里面，甚至我们的癌症就会表现出来。那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量真的太大了那第2个想要表达的就是他刚刚讲说它的硫氧化物浓度非常的低那我刚刚也稍微点出来，就是因为它是用海水脱硫，它用的海水越多的话，那这时候从大气里面排放硫氧化物就越少。但是海水越多的话，酸物就越多了。我们刚刚谈的酸物就越多了。那海水里面到海水里面去的这些酸也更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台西海域，我说指云林海域，大概那个文蛤等等都有问题了，因为太酸了所以我指的就是说，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量，那它的操作方式那因为现在国家并没有酸物的排放标准，所以它排酸物没有关系，那是一级之爱，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排放标准，甚至标准检测方法也可能量不到。
那我刚刚给各位看那份报告是有点研究性质，用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去量出来。那老师在这些规范之外，在这些监测标准之外，这些有毒的东西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弥漫跟伤害我们在地居民的身体了啊。那按照美国定 HAP 的就有害空气办法，它应该要定好之后，比如说定好刚刚那个管制的浓度好了，它应该跟在地的村民讲说，哦，我定这样子一个排放标准，你们可不可以接受？那跟这样排放标准，我们可以算算看，或者是按照流行病学，大家的健康大概什么样子？大家共同参与决定了之后要执行。大家觉得说 OK 了，好，那也许我们就是用现在的管制标准来做。但是这么多的10几年的报告，环保署那边有，我想到今天为止，他还是没有派人到这边来跟我们讲说，他的有害空气量到的浓度量到底多少，从来没有到我们这里跟我们来报告。是，所以手上握有资源，掌握的数据，可是为什么没有把它转换成正式的法规，可以来给一些工业开发限定？时间我再交还给现场哈，想听一听大家长期以来六轻在这里运转也将近20年了哈。这20年来，从六轻的管理也好，甚至地方政府一直到中央政府，大家乡亲们，你们心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跟呼声要提出来的？请举手发言。这位你好，好这个上面卡明确证明，因为咱北边呢有核的发电厂，是全世界为的上大发电厂，南边呢有6轻，都只有报告过吼，是全世界第6大的，所以对咱中华，依照阮即摆年龄吼，拢50、60、70岁年龄吼，大家都看有着。过去吼咱种菜有当落水，你会记袂？迄蚵仔叶啦、菜叶吼，早时迄落水足水的有无？拢会走。即摆有落水无？我请问吼，在座啊，恁若要搁种菜，看有落水，嫌落水就无去啊！啊，落水无去是安怎？因为核力发电厂足厉害，核力真强啊！啊，所以咧，北边核力，南边6轻，所以甲中华已经烧到吼，中华用要见光。所以生态拢改变就对啊啦哈。啊，破灭了啊！所以就遮尔严重，所以你咧讲吼，即边无论安怎。咱一定吼，咱的馆长今日吼，咱副馆长后来吼，一定要叫6轻，一定要大大的改善。好的，谢谢这位大哥，谢谢你，请坐。我请教一下，来，村长，今天我们的副县长也来到现场，跟我们地方乡亲一起关心，一起并肩作战呐哈。在我们地方，现在我们也透过教授团队已经进一步证实，大家现在身体状况是堪虞的。接下来后续也要追踪啊，也要做相关的医疗检查。你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过去如果没有关系，现在开始做也来得及？希望可以得到些什么呢？我要来呼吁到咱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咱彰化县政府，咱州府县长。我希望你将阮地方的声音早都登记哦，为县长知影。目前阮所面临的大环境生态变化这么大，这个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阮期待讲咱的政府是阮人民唯的依靠。你政府无感觉，若安尼，阮就真正走投无路。健康风险严严的报告结论出来。说无你遮尔歹看，阮会担心，阮的身体一日一日的歹去。是，阮嘛真怀疑讲，这任何的疾病是毋是甲这重金属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我想绝对是有，尤其你是有医学专业的医生出身，相信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加了解。所以要帮忙去查出来，得到证据，然后再做改变。我是希望讲，咱的地方政府一定要有听到地方的声音。是，袂用个讲从这人来拒绝，伊个到最后不了了之。污染源这么重，要安怎来降低这个污染源？我想这是应该咱地方政府的责任。是，政府替人民百姓做我工作嘛合理。第二点，我强烈的要求，咱环保局伫阮大溪会用个设一个固定的监测站，公开透明化的监测站。互阮人民百姓真容易看会出来，讲浅显易懂的监测站，真容易讲，这个空气品质伫这个时段好歹，到什么程度，伫第一时间，阮有法度做着防范。是的，谢谢你。麻烦咱州府县长，拜托将地方的声音早倒转去。好，来自于地方的声音是不是能够传达上去？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彰基的钱医生，钱医生在这一次也特别呢
在之前也是协助做健康检查的钱医师。钱医师，我请教，其实这次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啦哈。我想问一下，体内如果超过这种5种重金属超标的这些地方村民，他们的健康还需要再进一步追踪，还需要甚至更进一步的医疗协助吗？这5种重金属其实已经国际上很确认是会致癌的，啊，不是第1级就是2A 级的致癌物，所以它常常造成癌症，包括肺部的癌症、腹部的癌症、皮肤的癌症，所以它必须要做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癌症的发生。所以坐在这边的3位老姐妹们，她们其实都是得到癌症的高风险群。是。哇，听起来很难过。今天早上我才跟在座的我们的保险科的科长、卫生局保险科上科长，他今天有在做，来讨论怎么样后续的照顾这些居民。那我们也很高兴，卫生局开始在当地的卫生所要帮我们持续追踪这些居民，会做很多后续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得到类似的癌症。那我也希望说大家要去进一步的接受这样的检查，因为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高风险，然后又验出癌症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做进一步的求偿动作，因为这个是符合环境正义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现在县政府出的经费，或者是以后得了病我们要健保出的经费，其实都是大家的。那应该是造成污染的人要负责。那健保法里面其实有一个代位求偿的制度。那当这些居民得到了这样的伤害之后，其实应该要由健保来代为向这个中业区来做求偿的动作。谢谢钱医生。所以从医学面的角度来讲，这些高风险罹癌人他们的健康状况继续要后续追踪，同时在全村或者全乡要更扩大范围找出这个可能新增加癌症的风险人。在第3个，他们有具体的这个感染的或者具体的健康风险上的数据，就应该提出了具体求偿。我们在地的议员哈，其实也要来跟我们表达。伫我的手机啊内面翕到这种的。398根的大烟囱冒出大黑烟。我有甲迄个委员长讲吼，一定要好好来甲咱保护。啊，即摆有中央的立委伫遮吼，呼吁咱的立委伫立法院，啊，伫中央政府能够几乎挽救，来救助我们彰化西南角。这伫国际上的政府对家己的老百姓这么无关心的，用笑死的，用笑啊喙齿拢落了了。这全世界的国家咧看，这种的无能的政府，无法度保护老百姓的健康，竟然对这种财团遮尔啊放纵，这咱无法度叫伊关手。咱即摆是拜托伊讲，逐年改善，为即摆开始，甲即个石油胶，甲即个生煤炭，唔通阁行，甲咱慢慢啊改善。咱西港真侪窟啊，永续的迄个永续河讲。水窟啊，啥透早起来拢浮的，乌油油，迄叫做细贤为福利，细贤福为利，迄足款薄片，啊，这真严重呢。谢谢。其实吴院也沉痛的讲述了地方上的新鲜。那洪议员，您的意见呢？六轻现在积极的向中央来争取要扩厂，我想他的扩厂行为是不对的，在现在的责任还没有厘清之前，我们也要要求彰化县政府赶快行文给中央，甚至行文给六轻，停止他这个扩厂的这个作为哈。那第3点，包括说现在检验出来，我们的专家学者，甚至我们的医生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伤害，那我们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是彰化县政府，甚至云林县政府，是不是也要马上提出这个代位求偿，来帮助我们所有受害的乡亲来讨一个公道？是，谢谢洪议员。还有没有其他乡亲也有意见诉求要补充表达？这位戴眼镜的阿伯。多谢这个老大立委，我安怎讲？伊若讲到环境歹的所在，台湾全省伊拢去。是。吼，这款精神足好的，竟然今日伊有婚姻关来甲咱只彰化县，不管犯哪犯力，拢无半个。吼。我们都有邀请。这笑死人啦！吼对。万兴，啥咧科学园区，迄嘛好切掉，对。顶道留落来唔对，你就拿可批咧，下早就一下晡就甲刮掉啦。这有啥唔对？较有气魄咧啦，莫定一日干，莫咧互走踢，袂见袂消呀。谢谢这位大哥，我们在听的村民发言很踊跃啊，还有这位举手的先生。我伫遮是要代表咱顶镇国小的全体老师甲学生来遮报告吼。
六轻对咱的污染也是台中核力发电厂对咱遮的污染，经过安尼身体检查了后，咱已经确定伊是对咱有危险的。像我伫学校内底，每一工咱的囡仔红红幼幼，因伫个学校，咱无可能讲甲咱的囡仔关伫个教室内底，24小时来到学校就规点学校上课就好，规点教室内底上课就好。因下课的时阵爱去运动场走走的，因上体育课的时阵，咱需要带因去上一个体育课，爱做运动，都是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哦。但是咱遮囡仔所呼吸到的遮空气是受污染的，不管是悬浮微粒，还是遮有机物质，甚至重金属。咱伫个遮要希望咱的政府帮咱来管制到遮污染源，因会当控制因的污染程度，袂当搁来污染到咱的空气，互咱的学生。互咱细汉囡仔伫学校读书，伫个咱的家庭内底生活，因会当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好，感谢。我们谢谢校长为学生们请命哦。副县长，现在其实医学研究、学界研究也够了，资料够多了。那乡亲们实际用身试污，也告诉我们实际的状况跟悲惨的状况了。那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有了这些数据罗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真正要有具体的行政措施跟一些政治的手段，可以来做一些改变？是，谢谢，也谢谢各位代表、各位议员、各位乡亲，然后为县政府做一些很好的建议。也感谢詹教授的提议。我们知道今天的报纸可以看得到。也感谢议员。我们知道魏明谷县长为大城乡民重金属的一个健检，这种健检原则上不是只有在380位里面的242位，他们尿液的重金属比较超高，继续会在二基、彰基继续追踪以外，我们希望能做一个3大健检。刚才千主任有讲，这3个巡回的健检，我们扩散到1500名。每个人的费用原则上动用这种预备金的500万，现在去做，也有一些基金呢，这个费用也请站教继续追踪，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具体一个行为。接下去主持人所讲，怎么继续追踪？我最重要，刚才有咱的村长你讲建议那个空气品质监测器，对，这是真重要。问题是在11月底，因到我都连线了，而且连线以外还没连线以前。伊即马拢用纸本的，我在环保局，我这边局长甲我讲，那这1月份到3月份的书面已经拿到了，我们会PO上网。上网的网站呢，我带一个资料，大家可以上网。对，这个监测，现在的网站下面有6轻监测资料，我们PO上网，大家可以上去。全部都是公开数据，清楚透明的。对，清楚透明。我们要求是公正、公平，一定要公开，一定要透明化。然后在11月连线的话，马上就上去。那副县长，其实过去云林县政府跟6轻，它其实是有在法制上一个对话的窗口，包括公安也好、环保也好，或者相关的安定基金的整个医疗回馈的补偿制度都有法制化的确立。那我们彰化县政府一直拿它没奈何哈。那现在有了这样子的学者研究数据的背书，还有很具体的市政，将来我们县政府有没有可能再更进一步的开启跟6轻这边是一个平台、更透明、更公开的一个对话的机制，让我们相信所有的一些诉求可以得到真正具体的回应呢？彰化县我们出了彰化县的空污的一个修正案，也在中央希望能够修法。现在的法令都是说空污法是说所引起的这个污染都是在地的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周边会受影响的。我们希望在地，我们也希望改为希望修正为影响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彰化县啊，刚才有一些先进的讲，东南季风、东北季风、西南季风。是我们的北边呢，有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中龙钢铁公司，南边有6轻，上下的一个夹杀，我们的空气品质很差。所以县府会收集更多的数据，我们是倾听一些民意，然后做一些具体。刚才我讲的，我
我们这样就会实施的。都有信心、有把握，可以在这边更进一步的去争取到了哈。我们是好，先谢谢副县长。今日个讨论，你糖度的推细寸才提个出名动动因记到心冠挑毒的尾，大家糖度心情非常安创哦。对上头讲了个供验个污染到送回原来是安泰哦。今日出名台会呢是暂时到了，下礼拜呢喊你外国企业来讨论，就从六庆安用个供验污染带来环境向前个送回细节，到台从管理单位包含重用到提奉政府为那出用一个决心，端出了个政策个供气来做好管理呢，也请大家莫唔记得咯，下礼拜还会继续安尼收听。